Kiki，很酷，好酷酷，很 Kiki，很 Kiki，酷酷，很 Kiki，好酷酷。好酷啊！愛佢，很 Kiki，我比較長啊，我哋一天好酷酷酷，唔該，你快啲坐低，我哋開始㗎。好啊。很 Kiki，好酷，很酷酷，哦，好酷，很 Kiki，好酷，酷酷。哥哥，張總，唔知有咩意見？很 Kiki，你點睇？點睇個規劃？年多元化，很 Kiki，原則上都冇乜大問題。如果設計落實嘅話咧，就可以盡量實施。哥哥，張總。我今日很哥哥，你全部都有個人嚟擔憂，你會點處理？為咗施工方便，我會將俾人睇翻一產品。哇，哥哥，我有嘢想講，中國坐低喺度點要發表下意見？很哥哥，你講。唔使剷平個山啦，很山酷，咪仲好，一來唔需要破壞環境，很二來哥哥，建築物有高有低，景觀會更加大變化。很我都係咁諗。我哋再講下間隔嘅設計啊，成都個項目喎，四層八位係唔同很哥一哥，啲成都嘅特色都冇，哇，邊間項目啊，上項目都得㗎啦。中國強都係咁粗。很幾時 Kiki，嘅事啫？中國㗎，而家開緊會啊，很哥有問題哥，開會又知道，問題梗係要開會攞出嚟講㗎啦。唔好越嚟越過分啦。我係對事唔係對人。很第一個 Kiki，睇下份圖啊，屋苑嘅行車道邊仲未半，9幅13彎，又多盲點，咁對保安會構成一定嘅困難。夠啦，講夠啦。我要提個規很劃。Kiki，我唔知你哋內部發生咩問題，但係1000人未達到共識，叫佢嚟結婚，係唔尊重呢樣嘢。很 Kiki，就當個場合噏都可以噏到咁多問題出嚟，你叫我點聽落去？ Kiki，我對你太失望。今日到此為止。很 Kiki，好酷酷，我而家炒你，你即刻同我走。很 Kiki。聽日我 last day 啊，你炒我又走，唔炒我。